平常压大概1到2下的这个酒精的量哈，那我们就像一般的消毒物质这样子，那让手部做一个清洁的动作，而且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对，那对于这次的武汉肺炎的疫情，我们都知道这次的病毒其实用75%的酒精能够达到保护自己的作用，所以我们做成这样的一支小的随身瓶，那随身携带，口袋放着就能够出发。好，那他出发到任何的场所，帮自己，或者是如果他要拜访的对象可以的话，我们都一并做一下防疫的动作，能够让自己保护自己，也保护到大家。谢谢。那我想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那个桃园市土生土长的桃园人，那对桃园本来就有一份感情。那从我们郑文灿市长来到桃园之后，对桃园的感情更深哦。那针对这一次的这个武汉疫情的部分啊，因为我们发现说，不管是口罩、酒精各方面的物质都非常的缺乏，那我们市民也都追逐着这些物质在追着跑这样子哦。所以刚好我们诊所我们有备存的一批这个酒精哦，总共有30公升。那这30公升的部分，我们从里面考虑完之后，我们决定不做贩售，把它做一个物资认捐的方式来协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郑文灿大家长郑文灿市长，还有我们的王文念局长，对于市民还有对第一线防疫人员，还有我们的警政同仁健康非常的关心哦。那我们把它做了一个10cc 的包装让所有的第一线防疫人员呢都能够随身携带，那也能够随时做到防疫。除了说能够保护市民、保护大家，那也能够做好自己的保护这样子。对这次我们认捐了2000瓶，最主要是希望说能够给第一线防疫，比如说像我们的居家隔离照护志工还有像我们的行政同仁协助我们那个防疫的这些行政同仁，都能够做好保护自己的动作。那当然，另外一个目的也是因为我们的大家长郑文灿市长对于大家的健康非常关心，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做到分担一些1/1000分担他这些劳心的部分。对最后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做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在桃园这边相信有相当多的企业，大家都一起来为这次的防疫工作尽心尽力，然后大家一起出一份力，让这次的疫情能够顺利的通过，顺利的过关，大家能够安全。谢谢大家，谢谢。